后来，这个劳动界以往俗称的无薪假，劳动部即摆要正名，讲即摆袂当讲无薪假，爱讲减班休息。主要是因为，若是迄这个无薪假，员工是无薪水；若是减班休困，劳工阁会当领上低基本工资23800。机场真侪退票旅客，航空业大受疫情的冲击，不少航空公司甚至开始予组员先休假。旅行社导游嘛休假，劳动部统计到3月初3为止，有49间的业者，总共1951个被减少上班的时间。可即马行政院讲，原本大家讲的无薪假，以后爱改做讲减班休息。因为无薪假代表是没有钱的假，然后你减班的话是代表还有薪资可以领，所以这个名词可以改。换汤不换药。劳动部强调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由资方甲劳工协商减少上班的时间，不过拢是劳工双方协议了后才会实行，而且头家爱提供劳工上低工资，所以不是无付薪水。历来大家外界还是讲无薪假，我觉得这样会造成一般的民众的误解。基本的他还是要给基本工资23800。除了提供基本工资，劳动部嘛提出减班休息的补助计划，像会提供企业训练费用补助上限350万。若是减班休息的劳工参加训练120小时，嘛会使领18960的津贴。另外，劳动部嘛提供补助。像劳工投保45800块减班休息的期间，扣掉基本薪资23800，差额是22000。劳动部会提供劳工5成补助，也就是11000块，互劳资伫疫情的期间，甲冲击降到上低。